走你！死了就不要乱跑了嘛，害得我们差点找不到。这次任务虽然积分高，但是东方不败已是先天之境，而且性格诡异，你和我也不一定治得住他呀。办事小心吧。哎呀，我知道了，你都啰嗦一整天了。你们是谁？这是哪儿？我是黑雾，他是白长，这里是配角逆袭事务所。二次元中充满怨气的配角有机会来到这里，在我们的帮助下完成逆袭。我不可能死，我可是东方不败。接受死亡第一阶段，拒绝。你已经被任我行杀死啦！对哦，任我行，我要将你碎尸万段。第二阶段，愤怒。教主，你已经离开阳间了，不可能再向任我行报仇了。你们两个无偿索命啊！我杀了你们两个，我不就能回去了啊！第三阶段，挣扎。这里是事务所，不是阁下的江湖。我东方不败，一输再输，又何必望成不败？第四阶段，抑郁。我东方现在孤魂一只，任由你们处置吧。第五阶段，接受。教主，你忘了一个人了吗？对，连帝。任我行不会放过他们的，他怎么没有和我在一起？我的连帝在哪儿啊？小白！他被任我行打碎了脑袋，脑浆都流出来了，死得好惨呐！连帝！各部门注意，灯光、音响、镜头，给个特写 ，Action！ Ladies and gentlemen， 爷们们、娘们们 ，Ready， Go！ 想我东方不败教主，武功天下第一，男女粉丝遍地，长相俊美无疆，日月神教千秋万载，一统江湖。老娘 ，Oh my God， 不是。本教主为练天下第一武功，葵花宝典不惜挥刀自宫。这等气魄还不让尔等小兔崽子吓尿，跪地唱征服。Oh yeah，check it now， 一根绣花针分分钟秒杀竹林高手千军万马。Oh yeah，here we go， 只想跟杨玲婷谈个恋爱，根本不耐烦管那些江湖人打江湖事。尼玛倒好，一堆不知道哪冒出来的熊孩子，非要跟那儿哔哔哔哔哔哔。哎呀，说重点啊 ！OK， 杀了任我行，救出杨莲亭。我去，又是那两个爱签到的。一切都准备好了。真不知道什么人会练这么阴毒的武。走投无路的人。欲练此功，必先自宫。若不自宫，亦能成功。若不自宫，更能成功。还好我在某宝上多买了一本。算了，为了这等俗物，生气不值当了。
好了，别废话，我们何时开始？现在说吧，究竟要如何做才能回去？很简单，你只需要在这本《葵花宝典》上面画一朵花就好了。什么？东方老贼，尝我吸星大法！打得好！哎，这东方不败怎么没有化妆穿女人的衣服了？我觉得他穿成这样挺好看的呀。令狐冲叫他老旦，他怎么可能那样？老蛋？很老的蛋吗？还能吃？哎，够狠！大人，这是神教今年的账本，请过目。连帝，连帝！我已经杀了任我行他们，为什么连帝还会死啊？啊！是我们大意了。杨莲亭平时作威作福，教中大多数人是看不惯他的。这次也许是有人向他寻仇。是我害了他，我不该那么的纵容他，没有保护好他。哎呀，有一就有二嘛，你也不可能随时随地跟在他身边，总有防不到的时候，是不是？他已经死在我的面前太多次了，那就让我回到16年前，送他离开。好啊，画吧。靠！豪情化成了一金晚字。